盐水大饭店这出戏是改编前农委会副主委戴金尧少年时阵的故事。伊一世人为着农民争取权益，亲像老农津贴条例、农区子女奖助学金等等，拢是伊用过做立委时阵的政绩，改善真济农渔民家庭的生活。退休了后，戴金尧是登去高雄种田，不过伊有关关心农田水利组织的改革，伊就向蔡总统来提出建议。2017年甘正过身，食到70岁，会当讲是规世人拢是农业的运动者。台湾建立啊富裕，不是蒋介石个人一个功劳，是整个台湾2000万人民共同拍起来。1990年，农民立委戴金尧用台语质询当时的行政院长霍碧春，伊是国会头一个用台语质询的立委。戴金尧一生为农民争取权益，亲像劳动津贴条例、农渔子女奖助学金等等，拢是伊用过做立委的时提案通过的。伊的后生戴乃成自细汉就看老爸出入为农民走总。那是山甲根本去有鬼掠去啊！你搁要来搞吞打，搁搞糟蹋，吼！而且你唔是对我是种现代的政权是。对我来就是压迫的政权，当然人民一定是反弹嘛。戴金尧是高雄桥仔头人，厝内农总室。少年的时，就对民主改革、台湾独立这挂政治运动真有热情。32岁，因为参与美丽岛事件坐监3冬，出狱了后，伫伊的农地创立农民教室，教农民安全抗争，嘛将做民进党创党的党员。然后伫1989年当选立委为农民发声，尾仔嘛转到农委会副主委。种老农年金啦、农民保险啦、水租啦、肥料价格啦、水利费改制啦，这差不多拢伊的政见。以台湾来讲，对农民贡献上介大的人，应该就是戴金尧。2017年，为着要感谢戴金尧一世人为台湾所做的贡献，所以蔡总统办3场景星勋章表扬伊。不过，伊有关关心农田水利会组织的改革，向蔡总统提出建议。今年11月，戴金尧甘正过身，才到70岁，会使讲伊一世人拢是农业运动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